斜坡保衛隊之斜坡工程。Emma 同佢嘅同學喺斜坡附近玩緊。睇下，呢度有條好大嘅裂縫，可能係尋晚嘅大雨造成噶。咁究竟係咩事呢？斜坡點解會發生坍塌嘅？聽日土力博士將會去我哋學校舉辦一場關於斜坡安全嘅講座，我哋到時候再請教佢啦。我今日嚟呢度係為咗教授你哋一啲關於斜坡安全嘅知識，以及我哋點樣通過工程設計嚟保護你哋嘅安全。我哋生活嘅城市有兩種斜坡類型，分別係由未因人類活動而明顯改變嘅天然山坡，同為開闢道路同建築物用地而建造嘅人造斜坡。大家好，我係石仔。如果斜坡設計同維修保養不當，山泥傾瀉就會好容易發生。呢啲都係我哋日常工作中利用科學同工程嚟穩固斜坡、防止及防治山泥傾瀉嘅常用工程方法，當中包括起混凝土扶壁支撐喺山坡上唔穩嘅巨礫，起防石欄或者柔性防護網，防止巨礫或者泥石碌落山坡，起泥石壩阻擋泥石流嘅擴散，防止地下帶水管道滲漏，起填土坡嘅時候壓實填土，起擋土牆支撐陡峭坡面，起表面牆鞏固舊式石牆，斜坡面用砌石保護，起混凝土扶壁或者安裝岩釘鞏固削石坡，設排水孔疏導地下水，安裝泥釘鞏固土坡，起排水明渠帶走雨水，同保護斜坡表面，種草或者噴漿加美化措施。好犀利啊！其實除咗鞏固斜坡，定期維修斜坡都能夠有效減低山泥傾瀉風險。而家我哋請石錦當為我哋講解下啦。呢啲都係我哋定期維修斜坡嘅常用工程方法，當中包括清理積存喺排水渠內及斜坡上嘅雜物，修補破裂或損毀嘅排水渠及路面，修補或更換破裂或損毀嘅斜坡護面，清理淤塞嘅疏水孔及出水管，清除引致斜坡護面及排水渠嚴重破裂嘅植物，喺光禿嘅土坡面重新種草，修葺砌石牆嘅勾縫，清除岩坡上或者巨礫附近嘅碎石同雜草，修理滲漏嘅外露水管，修理或更換生鏽嘅斜坡裝置，同保養斜坡上嘅美化項目。哇！今日真係學咗好多嘢啊！多謝土力博士。